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平安！欢迎来到祷告会以及圣经共读，让我们一起借着神的话来体会神对我们的爱，以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奇迹神事。我们一起来赞美。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你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圣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爱你心想找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你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圣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爱你心想找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爱你心想找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每一根头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是的，我们每一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知道，你都细数过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陪伴我们，谢谢你保护我们，谢谢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，在提摩太前书5章1到16节。那我们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，那我来攻读。第5章第1节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不可斥责老年人，要劝他像劝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待年轻人要像待弟兄一样。待年老的妇人要像待母亲一样，待年轻妇人要有纯洁的心，像待姐妹一样。要尊敬真正守寡妇的妇女。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，这些后辈就得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，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。真正守寡的妇女无依无靠，只仰望上帝，日夜祷告，祈求他的帮助。至于专享享乐的寡妇，虽然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。
你要这样教导他们，免得他们受指责。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，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他就是背弃信仰，比不信的还要坏。关于寡妇的登记，60岁以上的才登记，他们必须只结过1次婚的，而且必须有善行的生育，好比善于养育儿女、接待远客、洗圣徒的脚，扶难济急，尽力做各样的善事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不要登记，因为他们情欲冲动，离弃基督时就想再嫁，违背当初所许的愿，因而取罪。他们又学会了浪费光阴，挨家挨户串门子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说长道短，专管闲事，说些不该说的话。所以宁愿年轻的寡妇再嫁，生儿育女，照顾自己的家，使敌对我们的人没有攻击的把柄。因为已经有些寡妇已经改变初衷，随着撒旦去了。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，她就得照顾他们，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，这样教会才能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。以上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从上个礼拜5开始，就来进行圣经的共读。那共读的进度是按照新眼光读经哦。好，所以从6月1号开始到6月17号，我们这个新眼光读经的进度是提摩太前书，还有提摩太后书。好，那在我们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，好，特别是提摩太从年轻跟随保罗，好10几岁跟到快要30岁哦，所以这一段的期间，好，提摩太一直跟随着保罗的身边传福音，团队的服事，好，甚至有4次的布道旅行当中，好，提摩太就参与了3次。而保罗在离开罗马监狱之后，好，又第5次的旅行，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保罗前往腓立比，在腓立比的地方就写了这封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。那对提摩太的提醒，好，就是以弗所教会好出了状况，好，所以要提摩太好在停止以弗所教会的错误教义。而保罗这样的命令是来自于神的爱，也是为了让福音能够健全。同时，保罗也用他自己是罪魁的身份，好来知道，好上帝可以拯救每一个人，并且劝提摩太要为上帝的话打美好仗。而我们在第2章，好，牧师每次都会做一个复习，好，就是让大家以后你读到提摩太前书，你都可以背下来这样子。好，第2章就是要用祷告取代争论，好，特别为君王来祷告。好，在提摩太前书那个年代，好，已经是尼禄皇帝当道的时候。而且尼禄皇帝他已经从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王，却变成了是一个暴君哦。所以保罗透过祷告能够让人民跟上帝得到建立正确的关系，而上帝的旨意是要人人都得救。所以保罗要传这样子的福音。而男人要祷告，而不是争论；女人要用内在的表现胜过外在的装饰，好来明白、认识、尊重上帝的权柄。那在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，好讲到教会很重要，好的基础来自于长老和执事，而长老的身份，好是从家庭开始而向外，好像我们分享这个彼得后书从1楼爬到8楼，而执事呢也要从内，好就是让他的内在诚实可靠，好能够将来好成为一位好的监督长老。这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能够透过这样的真理的实行实践，把上帝的真道好透过长老执事好一层一层的活出来，也是一个奥秘。而从第4章开始是圣灵给保罗的提醒，保罗也写在这封书信当中，就是末日好魔鬼会猖狂
会使人来离弃真道啊，并且会使人来离开这个基督的上帝的话语啊。好，所以必须要禁戒他们，好，而且很多当时错误的教导，好，禁止人嫁娶，好，也禁止人吃这个摸那个，好，或是碰那个，好，很多的禁忌，好，但是保罗说，透过上帝的话和人的祷告，这些都能够成圣。而保罗要提摩太，好，思想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好，能够把正确的教义，就是执事在这边的意思是仆人，好，传扬出去。而且虽然希腊的运动员在操练身体，让身体很健壮，但是保罗要提摩太效法运动员一样操练对上帝的敬虔敬畏。好，因为这样的努力，这样的操练是有今生和将来永生的应许。好，所以4章11、12节开始，要提摩太以身作则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要在5件事情，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都做信徒的榜样。而且要提摩太好继续的殷勤去做。好，所以我们昨天读到的金句就是4章12节，我们来念华语的地方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好，那所以保罗自己也做榜样，好，他期待提摩太也要做榜样啊。那在保罗那时代的以弗所，我们可以从今天以弗所的遗迹可以看到，好，以弗所教会的街道宽不宽敞？好，很宽敞。好，以前罗马帝国有一句话说“条条大路”，好，所以这条路呢，好，还要过爱琴海，好，还要经过希腊半岛，才能够去到意大利的罗马。但是呢，罗马帝国的这个名威远播，好，声威远播，好，所以连以弗所，好，这个亚细亚交接的地方呢，他们的用的房子材料，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，好，是非常的精细，好，而且呢，一维持到现在，好，将近要2000年，有的超过2000年，甚至更久，好，到现在还仍然矗立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，好，是一个热闹的地方。光那个剧院剧场就可以容纳25000人了。好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好，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好，所以从这些游客的身影呢，你可以去想象一个画面，在当时的以弗所地区教会，好，在那边一定是一个非常热闹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桃园市中华路、中正路，好，走到火车站一样，好，非常的热闹。好，所以这个教会在这个热闹的地方。好，他要面临很多的来来去去的人，保罗，他要怎么样帮助教会？今天这段经文这张照片是从这个以弗所25000人的剧场啊，可以看到另外角度，它就是盖在一座半山腰的中间啊。好，透过这个山的地势，好，然后来做25000人的位置。好，那这个剧场是在耶稣的时代之前，好，就已经盖好，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。好，甚至呢，在保罗的使徒行传当中，好，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，好，就被众人推到这个剧场当中，好，然后非常抗议他们，好，把这个雅典民女神的信仰都快要搞不见了，好，因为很多的行邪术的，好，这些人呢，都把他们的书都拿来烧掉了。哦，所以那些做银匠的、做雅典民女神神像的，好，他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卖了，好，所以他们就起来煽动，好，然后引起一场的大暴动，好，那也让保罗因此而决定要离开以弗所，好，去到下一站，好，那在今天第5章的经文当中呢，好，保罗把画风转到了教会非常卑微的一个对象。前面我们第3章看到的是长老，看到是执事，好，然后在第4章，好，看到的是圣灵的提醒，然后呢，好，要怎么样做教会众人的榜样。可是到了第5章呢，好，却是提到好1到2节，指了教会中的老幼男女的基本原则哦，好，包括要把会友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一般的对待，就可以用合一的方式来做什么呢？劝告他们，好，所以我把它标起来。重点好不是跟他怎么样对待，而是你怎么去劝告他们。因为保罗说你要做信徒的榜样，所以当你年轻的提摩太，好，你遇到年轻的单身姐妹，你怎么样去辅导他、劝告他？年轻的提摩太，你去遇到阿公阿嬷，
你怎么样去劝诫他？好，卖个保教啊，好，不要再喝醉酒了，不要再飙车，不要再赌博，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好，关键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人。好，你看到自己的阿公阿嬷，好，这个抽烟喝酒保教，你一定也会想要去劝他。你看到自己的弟弟妹妹们，好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也会想要不对的事情，你也想要去劝告他们。好，所以不要因为身份而不敢去劝告他们，只要真的把他们当作是家人，自己家中的人，好，你就不会见死不救，而对他们不闻不问了。而3到16节是比较长的一段，几乎都在讲教会弱势中的弱势，好，就是谁？寡妇。好，在讲寡妇，好，这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节奏，好，非常的快。可是来到了这第5章，好，特别是3到16节，好，用了14节的篇幅，在讲到关于寡妇的事情，表示这个教会的寡妇的问题多不多，严不严重？好，所以保罗特别要教提摩太，好，怎么去面对寡妇在教会中的问题。好，那有两个原则，就是真正的寡妇，好，要先分辨是真的寡妇还不是真的寡妇。一般都认为寡妇是怎样？先生过世了就是寡妇，好，但是保罗说还要再定义真正的寡妇，好，要尊敬，但是先生过世了，好，但是他还有儿女、亲属，甚至是姻亲的亲属，好，那要由谁来看顾呢？亲属来看顾哦，好，所以这个保罗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界限。好，不是所有的寡妇，好，你都一定要去帮助她、看顾她哦。然后先生过世，教会都有责任要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第二个呢，因为在当时妇女的地位低落，好，所以一旦失去丈夫的资助呢，容易生计产生缺乏，好，然后就会生计受到影响。但是真正的寡妇，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，好，她是仰望神，她真的是无亲无靠，好，没有儿女，甚至没有亲戚可以帮助他，他只能依靠谁？依靠上帝，所以他只能够昼夜不住的祷告。那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好，有的话要告诉牧师，好，或是告诉我们的区长、小组长，因为这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他已经没有亲属了。他已经没有儿女了，没有家人了，好，所谓的独居老人，好，不一定每个独居老人都要去关心，好，因为他可能有孩子啊，有子女啊，只是他子女关系不好，好，然后不来理他，好，但是教会的责任是什么？等一下会看。第二个部分，好，9到16节，那时候的教会就已经在推动，为要接受教会救济的寡妇，好，当时的寡妇，好，是可以登记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就会好来供应他们。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有吃有穿有喝，好，甚至有家可以住，好，那他有定他的年纪，好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很年轻就想要来让教会养，好，所以保罗为提摩太定下，好，以弗所这个热闹的地方，好，你要年轻的寡妇呢，不应该让教会来养，好，他应该好能够鼓励他再嫁。因为寡妇并不是不能再嫁，而且保罗认为年轻的寡妇最好再嫁，不要登记在教会来守寡。好，并不是所有的有儿女的寡妇就不需要救援，好，但也不是所有犯错的寡妇都不需要救援。教会要因为信徒的需要来制定规章，好，尽教会牧养关心的责任。好，所以在读提摩太前书第5章好的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可以慢慢的、仔细的，好去看，好，保罗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为什么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，好，特别需要照顾寡妇？好，几个原因，好，当时罗马帝国，好，因为以弗所算是罗马的大城，好，所以罗马帝国要征召当兵的时候，男人就出去当兵，出去当兵就出去打仗，出去打仗可能就死在战场上面，就没有回来，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地方很多的寡妇，或是男人出去打拼，好，特别像哥林多，好，那是一个海港，好，哥林多有很多的人啊，很多的奴隶。好，很多人出去当这个船工、长工，好，长期在外面工作，好，以至于呢，在外面可能遭遇风浪危险，好，所以就回不了家，好，就太太就成为寡妇，或是
男人过度的劳力，或是男人过度纵欲啊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读到哥林多书信的时候，就会知道哥林多还有一个女神庙。好，那个女神庙呢，好，甚至还有庙妓。好，庙妓的，所以鼓励男人都去那个庙里面去敬拜那个女神，就是跟那边的庙妓行淫发生关系啊。好，所以在以弗所也有可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异端，好，或是这些异教好的风俗，好，或是其他的原因。让以弗所这个城市好，就有很多的寡妇需要照顾，而这些寡妇好，也引起教会的成为教会好这个工作或是时间上面的重点。好，就是教会都把精力，就像我们读使徒行传，好，当时候好有为什么选出7个执事，好，就是他们要照顾讲希伯来话的妇女，要讲照顾希腊话的寡妇。好，所以教会的12个使徒，他们就没有时间专心的祷告传道，好，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上帝让他们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才又选出了7个执事，好，去管饭食、煮饭，然后送去给这些寡妇，好，他们家里面来用。所以，如果你在以弗所教会，你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，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寡妇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好，你可能会开小会的时候说，哎，我们来提议，好，我们来设立一个友爱基金，我们来设立一个协会，我们来设立一个组织部门，好，然后来照顾这些寡妇。但长老负责开会，但是问题是，提摩太也有讲到执事啊，那你是教会执事，你要怎么办？好，你是不是要冲第一个，一天到晚就是要送便当，好，然后这个 Foodpanda， 好，然后 Uber Eat， 好，然后就要送饭食送到这些的人家中去。那你可以负担得了、负荷得了，如果教会决定要这样照顾的话，所以我们很实际的去想的时候，好，就会发现，哇，教会会花很大的力气、时间照顾这些人的生活，但是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在哪里？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好，然后为耶稣做见证，直到地极。可是大家都一整天下来，煮饭的煮饭，好，然后送饭的送饭，回来还要洗厨房。回来之后还有力气去传福音吗？还有力气去读经吗？晚上还有精神来参加祷告会吗？可能大家都累垮了。好，所以保罗在这边提了这一段话。好，那我把它放在同一页，好，是方便我们好能够来看好他的这个编排啊。这里提到了4个身份：老年人、年轻人、年老的妇人，还有年轻的妇人。好，所以前面2个是指男生，好，后面2个是指女性，好，所以意思就是男女老幼都在第1、2节当中，好，在教会当中就是男女老幼，好，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注重的关系，不是你只有跟年轻人在一起啊，年老的都不用理他，或是你只有跟长辈在一起，儿童都不去理他，而是要做教会的长老监督，做教会的执事。男女老幼都要对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般。后面3到16节，好，讲到真正守寡的妇女啊，真正守寡的妇女，好，保罗开始先排除法，教会真正要关系的，如果他有儿女、有孙儿女，好，就要让他们来尽孝道。真正的寡妇呢，好，是无依无靠，只仰望上帝，日夜祷告，求上帝帮助的寡妇。这样的人其实不容易发现哦，不容易发现，因为他可能已经无依无靠到一个程度，好，他连到教会，好，或许也有困难。所以教会的责任是要找出教会当中，好，没有人可以去照顾他们的人，那这就是教会的责任。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照顾他们，好，那就是他们的亲属的责任。好，所以保罗分得很清楚。另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寡妇，好，他们可能还很时髦啊，还想要去逛街啊，好，然后还想要出去旅游啊，好，想要很多的享乐，很多人生的梦想，好，保罗要提摩太教导他们，好，就是要操练敬虔哦，好，昨天第4章讲的要操练敬虔，而第9节开始讲到寡妇的登记要几岁以上呢
60岁以上啊，所以59岁以下的寡妇，即便她没有儿女，好，但是教会好，因为她60岁以下好，都还没有到法定退休的年纪，其实她还是可以去有谋生的能力，还是可以去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打拼和努力。好，真的是有一个年纪的，好，然后她也年老了。那这才是教会好，而且后面还有很多条件哦，譬如说只结过几次婚。好，如果他又再嫁呢？好，那教会也可以有理由，好，不用好把他登记在教会好的寡妇名单当中。然后很严格，第10节还要有好5个条件：善行的生育，譬如说他善于养育儿女。接待远客，洗信徒的脚，扶难济急，尽力做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些的寡妇，好，她真的是在教会，意思就是说她在教会是长期的，好，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好，有见证，有善行，那教会好就可以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下半生，好，下半辈子，好。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在教会当中，好，那这也不是在保罗的名单当中啊。而年轻的寡妇呢，好，就要鼓励他们再嫁，好，因为他们还年轻，而且好后面有提到12节，好，可能年轻的寡妇好还不够有智慧，或是不够老练，好，所以很容易说长道短，说三道四，好，专管闲事等等，好，很容易产生教会的问题，而且他又不去工作，然后又在教会里面整天混在教会里面，有饭可以吃，有地方可以住的时候。好，更容易产生教会内的问题。所以，虽然提摩太前书没有去把这些事情写出来，可是我们从这些的资格条件里面就可以看到，好，保罗怎么样教导提摩太去管理教会，避免教会里面好因为人跟人的在一起的问题，而让问题也带到教会里面来。好，所以16节，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，谁来照顾这些寡妇？真正的寡妇？又是信主的妇女啊，好，所以保罗是尽可能告诉提摩太，好，把真正当中需要没有人可以照顾真的寡妇，好，教会才去关心她，而不要去把别人的工作、把别人的责任，通通都丢给教会。这也是我们今天好在教会里面，不论是担任区长、小组长、担任长职同工，我们都要分辨的，这是谁的责任。好，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怜，看到一个人在路边，就想要把他带来教会，然后就请教会好来关心他，就打电话请牧师去探访他，然后就打电话好请这个小组长好去送礼物给他。结果去之后才发现，哎，他自己有小孩啊，好，他自己有很多的孙子啊，好，他自己可能外面还有哪边还有财产啊，好，说是什么的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在浪费教会的资源啊，好，所以。这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，这样教会才能照顾那些真正无靠的寡妇。”好，圣经说不可怎样？上面写的，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。这个心态，好，我们都要去学习。到底这个担子在谁的身上？好，是教会的吗？好，是牧师的吗？还是这个人的家人和亲属呢，要分辨得很清楚啊，好，而不是说啊，我们那个爱心爆炸，好，爱心泛滥，好，然后看到路边一个人好可怜哦，我给你呼呼秀秀，好，马上带回来教会，然后让你住在教会，然后就请教会所有人都来关心你一轮。好，的确在杜拜还曾经有这样子，好，是有这样的新闻，好，说在杜拜几乎路上没有乞丐，然后有一次一个人受伤住院，就很多的土豪，好，开着各样的跑车就来这个医院送礼物，排队送礼物给他，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人可以关心，好，这不知道是好几年前的新闻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并不是天天有这么多的土豪在这里，教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教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好，而如果我们都把时间、把精力都忙在这些的事物上面的时候，那教会真正的工作谁要去做？没有人去做了，因为牧师也在照顾寡妇，长老也在照顾寡妇，执事也在照顾寡妇。没有人在注重传福音，没有人在注重保罗所说的，你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和教导为念，直到我来，而且要在这些事上殷勤去做，在这些事上让人看出你的长进。这些事情没有去做，然后都在做外围的工作。好，所以保罗才说，
这样教会才能够留住力气，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。这张图有没有印象？好，有一个寡妇，好，有很多人都来到圣殿奉献，但是有一个寡妇怎样？好，投了2个小钱。好，耶稣说：好，这个寡妇奉献比你们众人都还多，因为你们是把你们有的拿出来，这个妇人是把她养生的所有赖以为生的，通通都奉献给上帝。所以耶稣这样说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寡妇，好，她真的是对上帝的心意，所以耶稣也说：好，要这样子来纪念她，好，要这样子来纪念她。好，所以教会应该要去看到这些真正无依无靠而且行善的寡妇啊。在以弗所，好，如果有去那边旅游，好，应该会去这个地点啊。那天康姐也在分享，好，有去这个圣约翰大教堂。这个教堂呢，好，就是使徒约翰带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来到以弗所居住的时候。好，约翰死不是在第1世纪，好，因为他活了超过90岁，他死在第2世纪初啊，而且被埋在以弗所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面，所以那座小山好就有一个这个地方在纪念使徒约翰，好，据说这是他的墓，而且然后呢，这个以弗所圣约翰大教堂是在主后的第6世纪好才盖起来的，好像因为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，看见异象，写完启示录，他居然还可以活着回到以弗所，而且他是12个使徒当中唯一可以是善终的，就是不是被砍头，不是被倒钉十字架，不是被迫害的，是真的活到老，好，活到老。这也是耶稣好在当初的预言当中所说的。那约翰照顾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好，传说玛利亚就在这里度过她的晚年，就是以弗所，好，而且在这里过世。那他当时跟彼得使徒约翰来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，好，所以其实耶稣有弟弟，好，耶稣也有妹妹，好，那照顾玛利亚是谁的责任？好，当然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啊，好，那他的大儿子耶稣已经死了，好，钉十字架了，剩下就是其他的儿子跟其他女儿的责任。但是因为迫害的缘故，好，那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，好，但是呢，耶稣好就把这个玛利亚托付给这个约翰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教堂呢是在1951年好的时候，好，据说还是一个德国的修女好托梦好找到这个圣约翰教堂的原址啊，好，那不是真是假不知道，好，但是在今天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童贞女之家，好，就是纪念玛利亚，好，她年老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。当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看见他的妈妈在那里，然后又看见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在他旁边，就对他的妈妈玛利亚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约翰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，好，那门徒就怎样接他到自己家里去啊？好，那时候约翰可能还很年轻，好，可能10几岁，但是呢，好，他就开始照顾耶稣的妈妈，好，照顾到耶稣的妈妈过世，好，不知道多久，好，但是我相信这一段时间，好，非常非常的长。而这个约翰他自己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生小孩，有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好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好，但是耶稣把他托付给他的时候，好，那约翰好就尽忠的来照顾他，好，所以从约翰福音里面，让我们看见教会好要照顾的是真正无依可靠，就如同好耶稣他也要我们对待老年人、对待年轻人、对待弟兄、对待姐妹，都要像是一家人。好，耶稣不过是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，好，但是这位门徒约翰好却是一生好忠心来做。今天这段经文好提到了如何对待教会内的主内弟兄姐妹，也提到了如何对待寡妇，还有提到了教会好要如何照顾真寡妇。对待弟兄姐妹的原则只有一条，要怎么样？像家人一般。好，只要记住这个原则，好，你看到你家里的人，你会怎么做？在教会弟兄姐妹，好，也应该是这样。好，不要差太多。而对待寡妇呢，好，要先厘清的到底责任好在哪里？好，这是教会要第一步。好，而不是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啊，那教会一定会被重担会越来越重。而第三个，教会真的要照顾寡妇，好，它有顺序，年长的优先，超过60岁；
第二，有信仰见证的优先，好，他必须有好名声，善于养育儿女，洗门徒的脚，好，然后做各样的善事。第三，无依无靠的优先，没有亲属了，好，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。还有第四，他要有好行为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啊。好，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一些年轻的寡妇，好，她在教会里面被照顾的时候，但是因为她在外面到处说长道短，结果引起仇敌的攻击，人就说啊，恁在教会，好，那也弄一寡人在讲一寡假的话，好，所以因他为就这，好，就是闲言闲语太多，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所以教会就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的地方，不能够见证上帝，最后不可拖累教会。好，那好，所以重点就是让教会能够去真正帮助到好那真正无助的寡妇啊。好，所以今天的金句5章3节啊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华语。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妇女，好，台语要尊重真正无依我的寡妇啊，好 ，give proper 好 recognition to those widows who are really in need， 好，照顾那些真正 in need， 好，在需要中的人，好，才是教会好第一优先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透过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教会也要设立界限。当教会在做慈善事工，教会在做社区事工，当教会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当中，应该要把重点先后顺序要理清楚，也要让教会的不论是长老、执事或是牧者都能够有智慧来分辨，应该如何在险恶的世代当中为耶稣做见证，同时也借着对教会的治理，让教会内外长老、执事，甚至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甚至是连年轻的寡妇、年长的寡妇都能够有好名声，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，来见证耶稣基督。也求上帝帮助我们的教会，也都能够如此行，也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、荣耀上帝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